what？ 今次我哋嚟抽10包太晶慶典嘅散包，咁呢10包嘅散包咧都係喺日本 Pokemon Center 度買翻嚟嘅，咁睇下佢順唔順啦。咁太晶慶典咧目標咁當然係伊貝啦，所有伊貝嘅進化鏈啦。咁我當然最中意就係月伊貝啦，其次就係先至伊貝。咁睇我哋會抽到咩？咁睇我哋會抽到咩？what？ 第一嘢就抽中咗 SAR， 第一下散包 SAR 猛雷鼓，唔係伊貝，但係 OK 啦，始終都係 SAR。點解唔係中伊貝啊 ？SAR 大師球嘅葉伊貝啊！等陣 SAR 各位係咪伊貝？彩色邊1、2、3，葉伊貝。OK， 散包中葉伊貝 ，Let's go！又有彩色 ，what？ 太陽伊貝 ，Oh my god！ 黐線，真係散包出奇蹟啊！今次真係估唔到呢10抽出得咁好咯！10包裡面有3張 SAR， 黐咗線。